Hello，又到 Hedy 帶大家去睇靚盤啦！今日同閨蜜一齊嚟睇一個好多打卡位嘅樓盤，新庭園 feel， 中式建築，大地色系，好有和風嘅感覺添。呢個樓盤又有平層啦，又有別墅啦，裝修設計仲好大氣同好有格調添。呢個樓盤內外都係好令人心動噶，周邊環境配置應有盡有，嚟緊仲會有一個室內滑雪場，仲要係旅遊景點之一添。無論係自住定投資放租，都係有市有價噶。行5分鐘就已經去到華發商道、supermarket、戲院、日式超市，所有行街嘅嘢全部都通通有齊。個會所仲有埋4點半嘅學堂，連工人姐姐都慳翻添啊！隔離街就已經係珠海嘅國際學校，學費仲要平香港2/3咁多添。計我話慳到嘅錢夠你供多層樓收租啦。哇！呢度好靚啊，鮮鮮靚靚呢度，呢度絕對值得買，冇錯，真係好靚，咪講笑。如果屋企住呢度，真係好享受嘅一件事嚟嘅。每一日一定會好想留喺屋企，唔想出街。同埋佢有好多會所嘅，有泳池啦，有做 gym 啦，同埋呢度係所有一個地點都係好適合打卡噶，仲要係嗰啲都唔靚噶。果然係貴價嘅別墅。一入到嚟個大堂就好富麗堂皇啦，仲有陣陣嘅香味，每個 area 都有特別嘅設計噶。我哋而家睇緊呢個單位咧係750尺，3房2廳1廁，個露台仲要係專登整咗個窗噶，空間感即時闊咗勁多。最近呢，我發現露台原來整窗係有好多好處噶，又唔影響佢好天嘅時候嘅陽光同埋空氣流通啦，落雨嘅時候又唔使擔心啲雨會撇入嚟個廳度，仲多咗個空間出嚟添，又唔會影響個透光感，所以呢，有時候封窗呢，感覺上多咗個空間用啊。雖然呢個單位係700幾尺，但係佢個空間完全都係非常之實用，房間四四方方咁樣，咁無論係家私啊同埋啲小擺設都可以用得晒所有嘅空間，非常之實用噶。佢個示範單位都好靚啊，係咪？係啊，呢個第2個就係太有生活品味，心眼嘅。冇錯，連個樣板房佢係色香味，用力工作就係為咗享受，色香味俱全。嗱，唔係我講㗎。廚房呢就係開放式，但係佢整咗個玻璃堂門，如果油煙大嘅時候仲可以關埋添，開又得，關都得。呢個就係890尺，3房2廳2廁嘅單位，明顯係比700幾尺嗰個大啲嘅。哇！我中意呢個。接住你有乜位？哇，好正啊呢個！咁同埋呢一個屋苑呢，佢仲有一個係990尺4房2廳2廁嘅單位添，大家嘅房間都係四四方方，非常之實用噶。呢個小區咧仲自帶會所嘅配套啦，有恆溫嘅泳池啦、瑜伽房啦、健身室，仲有個4點半嘅學堂、會客室等等，基本滿足晒所有生活上嘅需求。呢個樓盤附近仲有醫院啦、國際學校啦、北山大院，同埋嚟緊仲會有一個室內嘅滑雪場添，呢啲旅遊景點，吃喝玩樂、衣食住行、生活學習所需都應有盡有，價錢仲要好靚仔添噶。所以你諗下，自住咧就基本上係香港1/3嘅成本，放租咧就剛剛好食正呢個大灣區人口嘅紅利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上嚟大灣區買樓就記得揾我啦，等我帶你哋去睇性價比高嘅靚盤啦，快啲 call 我啦，下期見。